鼓励大家开嘴讲台语，文化部推动台语家庭提点数赚奖励金。台语路协会嘛表示，透过这个计划，已经让台语活动渐渐拖到各县市。不过嘛有家长是建议讲，这活动的资讯较细线，希望当检讨活动网站的设计，佮扩大网络宣传。啊，你家有，两支手，一、三，喂！有比你头壳较大无？伫菜园啊，种一粒菜头，大人囡仔同齐出来甲扣起来。除了这场台语的神农教育，最近台湾各县市也有哪来哪济台语活动，配合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，鼓励更较侪家庭开喙讲台语，参加台语课程活动，通扣点数提奖励金。长期注心推广台语强校的台语路协会观察，台语家庭计划毋但鼓励原本对台语真重视的家庭，也鼓舞一寡拄想要用台语沟通的家庭。其实我嘛有拄过足侪，就是因兜无咧讲台语的，啊，因为参加这个活动，啊，伊就顺续就加入去强学团，因为说哦，原来台语家庭因咧讲台语，生活咧讲台语是安尼做的啊，其实无遐尼困难。参与台语神农教育活动的家长表示，因真支持文化部咧推广台语家庭计划，不过伊感觉目前的活动课程资讯伫社群较无集中，而且毋是大家拢知影爱去台语家庭计划网站找资讯。这个信息拢足细线的，拢咧分布咧无共款的社群啊，还是讲咧无共款的 fans page 啊，即款社群的顶悬。应该文化部即嘛，因为即个计划伊有一个网站，还是讲迄个面册专业，但是可能毋是真侪人知影讲要安怎操作。目前台语家庭计划第一阶段扣点提奖励金对2028延长到3月底，第二阶段对4月初开始。家长表示，希望这个好的计划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。伊认为会使伫社群加宣传，互大家了解通去网站找活动，也建议网站顶悬会当照月份活动类型来分类，对一开始有意愿要参加活动的家庭会较优先。记者张家嘅柯秉哲、唐恒报道。